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0月29，旧历的9月13，礼拜4。这个国军当咧做演习训练，结果发生着战斗机对海导火意外。台东志航基地所属的一台 F51的战机，早起7点29分来起飞，无到2分钟，可能是发动机失效，伫个台东近花失事栽落海。执行着飞行任务的飞官主管望上尉跳伞逃生，军方甲台东当地海巡警消第一时间赶到加鲁兰海岸来搜救，甲飞行员救起来送病院抢救，但是真遗憾，救无倒来。9点27分宣告死亡。白白那一块，白白那一块。现场民众比远远白色海印所在，就是战斗机对海导火的所在。早起7点外，海巡警消人员拢伫加罗兰海岸伫搜救。直升机嘛咧斗相共，找这个跳机逃生的飞官，将这个姓朱的飞行官调起来后，送到台东马街病院抢救。帮忙推一下。这个意外发生伫空军台东志航基地，一台 F51战斗机执行起飞训练任务，由上尉空官主管望驾驶。伊伫7点29分起飞，7点31分就跳伞。现场民众有看到战机栽落伫外海。要在那边啊？他竟然沉下去之后再浮上来，然后第一个风打上来，他就下去就没有再上来。都沉落啊？都拢无起来啊。8点37分，由救援人员将这个姓朱的驾驶甲送去病院，不幸是9点27分宣告死亡。经过了解，这个顺机的飞官飞行时速是7、8点钟，为基地起飞，较无2分钟，就伫8面至海里的所在栽落海。F5的有2个发动机，的确，它如果是单发动机失效的话，另外一个发动机仍然可以维持飞机的飞行。可是这个一定会影响到飞机操作的性能。敢是战斗机伤老、机械故障来失事，还是有其他因素？这拢要等相关的单位做进一步的调查。